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2月2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要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能知。对今日开始，这室内免搁再挂嘴暗咯，不过大众运输医疗院所中照机构也是爱有挂嘴暗规定。2月20日，台湾开放香港、澳门的居民会当坐直飞机来到台湾自由行，真侪游客坐头一班飞机来到位，讲真怀念台湾滋味。巴西嘉年华第1个月17举行，各大城市拢规划到疫情进前规模，预测会有4600万人去到嘉年华。对今仔开始，这室内免搁再挂嘴暗咯，不过大众运输医疗院所中照机构同款爱挂嘴暗哦。实际上来到这个超市观察，大部分的民众也是把这嘴暗挂条条。不过这什么时阵会当全面来放令，唔免搁再挂嘴暗呢？指挥中心认为，可能要等到5月才有机会。伫连锁超市买物件，大部分民众要是甲嘴暗挂条条，经过810多天，2月20开始，室内挂嘴暗的规定总算放零，就有民众就路第1天就甲嘴暗烫掉，感觉快活真济。如果是在通勤的状态，就是像在比较封闭，像车厢里面，我还是会戴着。来这边我会戴，那如果运动我就不戴的。因为戴久了嘛，会习惯说戴口罩，就是做事情啊、出门那些的。看到了我们一起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伙伴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指挥中心记者会当中，大家也拢甲嘴暗烫掉啊，总算看到所有人的模样。不过指挥中心也搁一摆提醒，大众运输、医疗院所等照机构等等，也是有挂嘴暗的规定。如果你有饮食上的需求等，这个是可以暂时把口罩脱离。如果有违反规定的话，处以新台币的3000元以上到15000元以下的一个罚款。目前嘴暗规定行到第2阶段，已经放零大部分空间。讲到什么时阵才会全面解除限制，王必胜表示，要继续观察疫苗接种等状况。我们其实已经到90几%的施打，我们的高龄长者的部分没有到那么高，所以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我们的脆弱族群到底有没有施打？每天我们公布的这个我们死亡的这个数字里面，那完全都没有打过疫苗的，都超过1半以上。王必胜表示，希望继续提升脆弱族群注疫苗的比率，估计5月就可能来到第3阶段全面解除挂嘴暗。另外，针对次世代疫苗，指挥中心建议民众比照流感疫苗1年做1档，详细配套措施伫这礼拜4会详细说明。记者郭文水台北报道。国内伫今仔日增加11808个本土病例，有44个死亡案例。目前国内流行的病毒株依然是 BA.2.75，只是讲这 BQ.1冲起来变做第2名，敢会变做未来流行的病毒株呢？可能要继续观察。为着要来了解咱台湾民众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形，指挥中心会进行疫情调查，针对今年1月到6月管出来的会，抽7000件进行抗体检验，呼吁民众大家做伙来参加。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转好，28日新增加11808个本土病例，比顶礼拜一同期降低4.8%，死亡的有44个。另外，上新的病毒基因定数嘛出来啊。本土主流的变异株也是 BA.2.75，占6.6%，已经连续4礼拜占上济。也若为着 BQ.1的人数是翻倍成长到3.2%，原本流行的 BA.5，即马敢若剩3%。虽然都有这些免疫逃脱的这些特性，但是威胁性上来说的话呢，都还是在可以控制的一个范围哈，所以预估对于后续疫情的影响哈，应该是有限。为了解民众感染新冠肺炎的情形，指挥中心甲血药基金会合作做血清抗体检测，针对今年1月到6月关会的人，按地理分布甲年岁等等，随机抽7000件，用存的血来检验 N 抗体。我们这样的一个抽样的过程，后续是不会去识别到特定的捐血人哈，所以结果不会特别去通知，但是就这个整体这个阳性率的情形，会对于我们的防疫政策会有很大的帮助。也若台大公卫学者占中环等一则批评讲，前指挥官陈时中甲现任的指挥官王必胜，拢无听伊的口劝，才会互防疫失去可能会当降低 Omicron 死亡率的先机。针对这点，王必胜回应讲，台湾防疫伫 OECD 的国家内底做了是算袂歹的啊，而且拢有专家团队伫提供意见。我们的致死率是0.18，那0.18%，那是在这些国家里面的第6低的了哈，那表现的算是还不错了哈。记者综合报道。
对2月20开始咧，即台湾开放香港、澳门的居民会当来到台湾自由行。今早起，着香港、澳门民众坐头一班飞机到台湾，因讲因正怀念台湾的夜市啊，也个台湾的料理。店员用冷冻的光头为详细介绍各种的火锅奖品，这是传统佳品专卖店，为咗香港游客到台湾，除了世界食美食，也会到这参观消费。最想念的西门町9份，我们3年了没有到台湾，盐酥鸡啦，夜市的卤味都很不错。陆委会顶日宣布，20开放港澳居民自由行来台申请了后，20早起就有不少港澳民众坐第一班飞机来台。有上班族来台合工的同时，也把握机会探视朋友，也有人只有2天假游玩，特别紧踅台湾一逝。101去逛逛吧，回来看看同学。开就买机票，去东西，就是2天之后就回香港了。随着疫情渐渐解封，外口国际游客的相关人流也明显增加。像东盟永康相关不少排队店家，最近的消费者已经登到过去的2/3。今年9月到达，更较有10个店家开不翻新，人潮明显复苏。过年的那时候开始回笼，但因为大家都看观光数来的，所以观光数也就是在我们多少会有观光客进来。日本、韩国就可以很明显的增加，现在也可以听到新加坡啦、讲英文的啦、欧美的啦都有在增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禁止内用那个时候，我们1个月的人流量只有15万人，现在是70万人。天过疫情，国内外观光客陆续回来，永康商圈也提前准备串联130外间店头，提出优惠，都是希望会当早日登到过去用景。记者综合报道。前行政院长发言人陈宗干奉逼讲，11年前伫咧做台南市新闻处的处长的时阵呢，捌接受性交态去到酒家找分泌。台湾高等检察署成立调查小组，目前也当咧调查。外界也关心讲，这监听和公文泄露代志会安怎处理呢？这行政院长陈建仁也表示讲，尊重司法，也希望讲这调查赶紧甲伊调查出来。岛顶扣办各种的毒品，这是去年中旬到年底进行的第7波氨基笏毒专案成果，拢总查获毒品6954.51公斤，其中查扣大麻8220丛，是历次相关专案上多。行政院长陈建仁特别到案视察，不过外界有关注焦伫陈宗干的案，所谓监听一文甲签评外泄的问题。相关事件的调查的部分，我们也希望来尊重司法，能够早日厘清真相。都会由台高检署他们来尽速查明。他们在第一时间也除了分案之外，也指派了主任检察官南下去调卷来查明事实的真相。不过国民党立委是积极为立法院外流影片到陈宗干的案，拢是民进党来斗争，无共派系透过司法来互相打击。为什么不说你们民进党都在利用检调、利用媒体，在进行你们的派系斗争？那这些牵涉到了很明确的司法议题那我们第一个是，如果需要调查，我们也支持法务部上面的调查。民党立委刘世峰也讲，将行政院长苏贞昌表态挺党主席赖清德，显示党内氛围是支持改革和团结。另外，多年前陈宗干涉入收钱，予台南地检署签分贪污他治案调查。2015年以查无事情签结。台湾高等检察署也已经指派主任检察官罗德雄协同台南分署检察官组成调查小组，以量早厘清外界的疑义。记者综合报道。今年有袂少这连续假期，不过有6个拜六爱补班补课。这个拜六补的课拢是拜一个，对一寡老师学生来讲，后礼拜佫碰到同款的课程，可能会真忝。而且伫咧拜六补班补课，真侪人来请假。就这个教育团体建议讲，无需要互假期一定爱变做是连假，这补班补课等到影响到实际状况。下课时间，学生伫运动场耍甲真欢喜。新学期拄过1礼拜，不过前2天的拜六，营养2礼拜连假爱补班补课，所以连上6天。因为它都是连假，对不对？就是补一天，然后就把假连起来，我觉得比较好。在家的话会
会做一些像复习那些工作，所以我喜欢来上课。你愿意牺牲一天的假，然后去换连假的？可以。对国小学生来讲，拜六上课也袂歹，也不过教职员的心情都无啥同款了。寒暑假当中有补班现象的话，这些行政人员他们也会选择用请假的方式，一个处室留下一个，然后剩下校长跟警卫。但是如果是在学期中的话，他们就比较没有这种情形。你自己的差假处理好就好了。今年的补班补课日真侪，1月有1天，2月有2天，3月、6月、9月拢各有1天。对于升学阶段的各高中生来讲，补课拢是补拜一的课程，等于是拜六上完，拜一又爱搁上1天。还有一些进度嘛，还有一些考试跟作业。那如果说我现在的一个补班是补上个礼拜或者是下个礼拜，那可能在课业的部分，老师就要去做一些挪动。这行政的部分是稍微造成一些困扰，最重要的还是整个学生的学习的一个心态还有情绪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应该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教育团体认为，唔免为着放年假，率来过度的补班补课，会当降低教学干扰。由补班补课所引起的讨论声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说明，每调整拢会听询各界意见，未来也会收集民意来随时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冷空气一阵一阵来，这气象局表示讲，这阵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拜五开始后一阵冷空气会搁入南，台南以北可能会降到11度左右。另外，这礼拜因为这东北风甲这境外污染物吹来，影响到台湾的空气品质，专家也要提醒民众上好减少户外运动。另外，空气污染也造成酸雨，嘉南市已经连续24年雨水的 pH 数值拢伫咧5以下。东北季风落南，北台湾天气乌阴，佮不时啊喷雨，真侪人搞衫穿条条。气象局讲，这波冷气团会影响到拜三、拜五开始，后一波冷空气接续报道，降温会更加明显。那再来，我们就要需要注意的是周五之后的降温哦。随着下一波的冷空气南下，除了带来一波降雨之外呢，温度也是明显的下降。特别在6日2天可以看到哦，最低温大概就是6日的晚上，6晚日清晨这段时间都是明显的偏冷。那届时在台南以北到宜兰花莲，低温大约就是11到13度左右哦。另外，根据气象局的统计，伫夜方面的嘉南连续24天，雨水的 pH 数值拢伫5以下。互人讲这是上酸的县市。吴保员解释，这是因为嘉南地形的关系。环保署也提醒，这2天北海岸南部地区空气品质无啥好，爱减少户外的运动。昨天的下午开始，我们北部开始就有部分的车站测出来空气品质是显示是红色警示的状况哈。那随着这个东北季风的增强，北部呢目前呢这个空气已经有改善了哈，大概都到普通或是橘色的等级哈。那因为这个高屏的地方啊，高屏空品区位在下风处哈，它的风速也比较弱，所以目前还有部分的高屏的车站是红色警示。专家表示，这届季风带来的雨水有限，对减少空气污染物的帮助并无大，建议体质敏感的人做好防范。记者麦上郑俊佑台北报道。半导体制造厂美光要甲一个全世界员工裁员，台湾美光去互一个工会指控讲，这公司是有趁钱，所以用较好的条件来谈员工离职，要甲员工大量洗头路。今仔日工会就去到美国在台协会申请，系因为接受离职条件的员工向要求爱签署这保密协定，员工拢无法度了解这资遣的方案是啥物。工会也呼吁美光就爱公开内容，对劳资协商接受帮助。美光赚光，台楼砍光；美光赚光，台楼砍光。大声发口号表达心中的不满，半导体制造大厂美光全球裁员行动，也包含台湾美光在内。工会不满认为公司在有趁钱情形之下，所用有利方式大裁员，反对公司将台湾人用了就拼，所以向 AIT တင်情，希望协助处理。之前方案应该公开透明的揭露，以利对等的协商。非常愿意共体时间，但是公司应该
保证留下来的员工不会受到考绩不对等的对待。公司给的这个方案，我们换算成就是相关台湾的这些之前的费用的话，它其实就是把你的资遣费，还有把后续的，就是你的非自愿离职折算进来。那照理来讲，应该要向工会提出来的诉求，你就公开你的算式。因为网络风声美国有利条件有95个月，讲法拢无同。不过工会表示，接受有利的员工被要求签保密协定，员工无法度明确知影资遣方案的具体内容，呼吁美工爱具体公布资遣内容，方便劳资协商。劳动局目前已经收到5位美光公司员工来申请劳资争议调解，那后续劳动局也会紧速的来召开劳资争议调解会议。据我们了解是。公司它裁减的比例大概就是5%，大概是350人。所以这边我们也是呼吁说，美光公司对于员工的一个有关优惠离职，一定是不能低于劳动基准法的一个标准。对工会动作，美光公司发出声明，强调面对市场不好、冲击产业、精简人力是不可避免的决定。相关员工拢是自愿离职，流程符合台湾法规。不过工会表示会继续甲公司协商，找找化解无同意见的可能。记者综合报道。带观众朋友来看国际新闻，有一个上届新的消息，就是伫咧罗西亚拍乌克兰伫要满1年进前呢，美国总统拜登向去拜访基辅，而且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会面，两个人搁做伙行伫咧基辅的市街路顶头，用行动展现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拜登这届访问乌克兰，这个消息是正保密，一直安全到基辅了后才来对外公开。落尾拜登和泽伦斯基就咧总统府进行会谈，而且宣布美国会另外提供更较侪援助，提供军事武器给乌克兰。两人会面了后，也做伙举行记者会。这是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了后呢，拜登头一届去拜访，也受到国际关注。拜登也表示讲，这礼拜会再对罗西亚提出上届性的制裁。讲到这个月24，就是在罗西亚拍乌克兰战争满1年的日子。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目前双方伫咧乌东前线顿巴斯交锋对垒，乌军已经造成罗西亚军队重大损失。只要对方的损失愈惨重，这战争就会愈紧结束。另外有风声讲，中国想要援助罗西亚，给因致命性的武器。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也伫咧德国和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会谈，而且甲中国警告讲，若准援助罗西亚，这个效果可能是真歹受煞。飞扬战车真紧经过行路，细节我开无偌久，就听到飞弹飞过爆炸声音。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过去几个月，甲俄军伫乌东顿巴斯地区战甲真激烈，虽然局势真复杂，乌军拍甲真辛苦，也毋过嘛造成俄军重大损失。Ситуація дуже непроста. Боремось, ламаємо окупанта і завдаємо Росії надзвичайно відчутних втрат. Ще раз повторюю, чим більше Росія втратить саме там, саме на Донбасі, Бахмут, Вугледар, Мар'їнка, Кремінна, тим швидше зможемо завершити цю війну перемогою України. 外国媒体报道，乌克兰官方预估到去年12月为止，损失差不多13000名士兵。在俄军方面，应该是估算差不多4万到6万名士兵阵亡。乌克兰官方提出警告，俄罗斯可能在战争满1冬进前的2月到24期间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对中国有可能提供俄罗斯武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德国慕尼黑甲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谈的时阵表示，中国若是提供俄罗斯致命武器，会发生严重的后果。We have information that gives us concern that they are considering providing lethal support to Russia in the war against Ukraine, and it was important for me to share very clearly with Wang Yi that this would be a serious problem. 我是新闻台是董炳耀。继续来关心这土耳其和叙利亚的大地震，到今已经是第14天了。到目前为止咧，超过46000人不幸来过往。土耳其宣布，除了重灾区的2个省，其他所在搜救任务已经结束。目前有超过18间的厝倒去，拢要拆掉。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日坐直升机去到土耳其了解状况，也宣布美国会提供美金1亿的人道援助。甲土耳其外长同齐坐直升机探视灾区情况。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9去到土耳其，佮带来增加1亿美金人道援助的好消息。
had about $85 million worth of assistance poured in immediately for housing, water, and food, and medicine, and clothing. All that in the immediate days following the earthquake. Today I can announce that we will be putting in another $100 million to assist those who are so desperately in need. 总计美国已经对土耳其甲叙利亚提供1亿8500万美金的援助。布林肯也会见叙利亚反恐军控制地区的救援组织，被偷窥的成员去讨论当地救援工作。土司大地震了后的第14天，来自各国的救援人员伫各省短期的计划中搜救。当局宣布，除了卡拉曼、马拉斯甲哈泰2个省之外，搜救任务告一段落。不过，由于有大约105000吨建筑物等待拆除，就100万人无依无靠要其失等，经济损失更是达到数十亿美金。Biz bu acıyı burada çekiyoruz. Gelin evinizi boşaltın diyor. Benim evim ayrı bir yerde. Evinizi boşaltın. Bina yıkılacak. Bre bekleyin şu insanlar enkazın altından çıksınlar, hele çıksınlar. Oraya gidiyoruz. Evlere girmek izin vermiyorlar. Ne yapacağız? 大地震迄当时，不少人甲通报拢惊碰见，一阵搜救人员已经伫四庄仔厝下中救出数百只受困的猫仔、狗仔、兔仔等宠物。当地灾民表示，这场灾难是以前所无的，不过只要大家联手相助，就会当同齐渡过难关。另外，加纳籍的英超前球星阿特斯，顶地方证实已经伫大地震中罹难，遗体19空运返国。加纳副总统亲自伫首都阿克拉的机场等候。公司新闻电话真编译。泰国伫咧5月要举行大选，前总理戴克辛上届细汉的查某囝贝东丹要来投入政治，才有可能会代表为泰党参选总理，而且价值对象锁定农民甲工人。目前民调的支持度是赢过现任总理帕拉育。เลือกเพื่อไทยทั้งคนทั้งพรรคให้แลนด์สไลด์ไปเลยค่ะ今年36岁，有心已经7个月被动单，3天来走5个府，以火车堡的姿态，特别竞争5月份大选的为泰党各地候选人来助选。被动单是前总理戴克辛上细汉的查某囝，头力悬、好牙、人阁水的形象，是予人印象真深。不过伊算是无骄傲，做人嘛真清澈。伊互看到是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伊要甲农村的善乡人、城市工人阶级，甲几百万怀念戴克辛的选票各互调。ทักษิณบริหารดีทุกอย่างเลยก็ไม่ได้ยากจนเลยชอบทุกอย่างอันนี้ของก็แพงมาแทนได้แทนคุณทักษิณได้แทนน้าได้แทนอาได้อย่างนั้นเถอะเราชอบค่ะ戴克辛是泰国政坛上届有影响力，嘛是上届有争议的人物。伊甲因妹婿送菜，还有上细汉的小妹英拉，一个伙仔捌出过3个总理，不过拢去互政变流亡海外。在地支持甲家族的势力也是真大，不过食钱的风声，嘛互精英阶层的反对者对伊的印象真歹嘛真差。即卖要互被动单接手，甲草根政策延续落去，包括调关上加工资。补贴电费、水道、起高铁、甲营养做大水，还有可换基础建设。虽然还未得到正式的提名，被动单伫总理的民调支持率已经是政变以来军方支持的总理帕拉育2倍以上。รัฐประหารเป็นสิ่งที่ทำให้ประเทศล้าหลังทำให้คนทั่วโลกมองเราในอีกมิติหนึ่ง My goal right now is just try to just make the party win, win with the policies, not win just to win. 就算为泰党目前的民调支持度是上悬的，可能会伫个500席的众议院摕到上济席次。不过，被动单要做总理是无遐尔简单，因为当局已经修宪通过，参议院250席拢由军方来指定，在野党就算合作，嘛真要超过2院750席半数的条件。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伫咧全世界真有名，而且活动真盛大一个宗教活动之一的巴西嘉年华，伫这个月17举行。这届嘉年华呢，各大城市拢恢复进前的规模，现场是热烈滚滚。而且因也预测讲，会有4600万人来到这个所在，上机会超过台票300亿。嘉年华火车补假全副补装，这会议申办补助学校来专业补假，步数进展，全国全球上大的嘉年华会转来啊！
今年巴西嘉年华恢复以前的规模，象征摆脱疫情的惨淡。舞者是展现艳丽风貌，音乐正大声。17位旅游市长接过市政所的嘉年华，默默国王伫宣布巴西嘉年华会正式开始的时阵，也展现舞姬。Porque depois de 2 carnavais。过一月，巴西都市的街路 party 有几啊百场，填补过去3年疫情的空虚的民心。加上1月份前总统普索纳罗的抗疫支持团体引起的反政府暴力抗议已经平息。民众讲，今年嘉年华亲像脱离黑暗的重生时刻。Carnival is absolutely insane. I love that everyone's open and expressive. 除了人欢喜以外，旅游的狗仔嘉年华也真热闹。5月14无够看，也有主人为跳舞 cosplay 打扮做超级英雄。巴西嘉年华伫2021年因为疫情停办，2022年虽然恢复举办，不过规模较细。今年全面展开，为17到25，嘉年华前1礼拜大项目报废啊，为高级餐厅甲打饭，拢准备好啊。有个嘉年华会带来高达10亿美金的观光财，同时创造可观的就业机会。敢若是新巴场馆都2万外的工作人员，帮助不少巴西经济。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苗栗通宵白沙屯供天宫的妈祖去到北港进香，这9天8暝活动已经结束了。今下晡登到供天宫，这会停是开1天半的时间，行超过120公里，这香灯卡有影是真正勇。妈祖照惯例，伫咧通宵的秋步园换8人大桥了后，下晡就去卸妆。4点的时阵已经入庙，要听候到新历的3月初3照开咯。信众将第一线起到10通通，人排甲长乐路看无到头，白沙屯妈祖乱叫。进香最后一天20登到苗栗海线，伫通宵秋步园的空地啊，4人小桥换做8人大桥。救护人员将乱桥当中的沙边马甲白沙屯马分别请回各自的桥，也表示圆满完成这摆进香。换回大桥了后，报马啊就依照方式向村里通报妈祖要转来啊。拍这支花伞，加这支地卡，要和善之徒。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和和善善的哈。庙方表示，白沙屯妈祖伫北港朝天宫完成进香了后，10透早为婚姻开始回程，按算36点钟内登到供天宫，只用1天半时间就行超过120公里，速度比以前近2.3倍。沿路信众一前迎接，用炮声接风洗尘，沿路要食饭打，围炉香灯卡。昨天晚上来这边睡，今年1400份，今年大概1200。20下晡，供天宫周边拢是人，乱桥也伫下晡3点外到庙埕准备回宫。伫信众的喊声当中，乱桥伫下晡4点进入供天宫内底，众人将白沙屯妈祖请回正殿安坐。9天8暝绕境就结束。这摆报名的香灯卡有11万多人，不过庙方估算参加活动的超过20万人，规模应该是历年上济。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年龄也有体能限制，这个体育选手大概的比赛机会拢真把握。伫咧2021年东京奥运摕到全能项目第7名，打破台湾历史成绩的体操选手邓家宏，今仔日伫网络顶头发文，讲伊去到国训中心测验的时阵，却造成阿基里斯腱全部断去，而且接落来的国际比赛拢要先暂停啊。这一条只要断掉，老实讲，嘉宏所有的推蹬、地板的项目，他都没有办法做。所以这一条的断裂对一个体操选手来说，算是蛮大的致命伤。会议当中听到是真唔甘，教练出面证实，体操国手邓家宏卡受伤，而且真严重。16号下去测验的当天，嘉宏的脚就在地板项目在热身的过程里面，他的左脚的阿基里斯腱就全部断掉了。那当下大家也是非常错愕了。邓家宏原本19要去世界杯德国站，16、17伫国训中心进行测试赛，所伫比赛进前的练习受伤。邓家宏本人是真艰苦，发文讲，伊人生上尾一届世大运亚锦赛
世界杯甲亚运世锦赛即马拢已经结束啊，因为准备出国比赛进前，较后紧规个长去。这个黄金计划独立性，大声话讲，谁会当行选手一个公道。高分中心表示，参与国际赛进前是照旧例安排模拟赛。检测的目的呢，主要就是请一些国际的裁判来针对选手所做的一个动作，看哪些地方呢有需要再做一个修正跟加强的。有一点遗憾了，但是我们希望还有机会，应该我们还是全力去拼奥运的资格赛。邓家宏目前是属于黄金计划3级的选手，这几年成绩袂歹。2021年东京奥运摕到男子全能第7名，是这个项目内底台湾上好的成绩。2019年世大运甲2018年雅加达亚运拢摕到单杠金牌，今年将有信心要挑战世大运甲亚运单杠连续的冠军。不过却不幸受伤，体育署强调讲会全力协助邓家宏甲脚愈好。记者综合报道。人讲拆家将冤债，不过咱民众就爱自觉来甲因拍败。这民间企业联合着刑事局等单位，公布一份上届新的这诈骗报告，发现伫咧亚洲电话号码泄露情形上届严重的，就是马来西亚。咱讲到这第2名，就是台湾占65%，这代表讲咱有1040万的台湾民众，恁的电话号码已经泄露出去了。有学者认为讲，这除了公司部门的资安防护做无够以外，也无排除有内神通外鬼伫咧背资料。大量外泄。突然接到简讯通知，包括教会，就算最近无买物件，可小者犹原无怀疑前往徛街附近的超商提货。这2条很烂的护手霜，那我怎么可能买这样的东西？突然来邮令报告，互可小者刚去个收起，寻求安怎退货，要向警方报案，煞一直旁边，唔知要去倒位找帮助。我们会透过一些网购平台点超商取货，那合理怀疑是网购平台泄露我们的个资。涉及超商加诈骗公司共谋，连过消费者的名、电话等等，安怎会个资全部外流，恐惊为这寡所在泄露出去。一些会在大型的网站上面，比如说像脸书或是 Twitter 上面，那因为会员很多，你都会输入你的 email、你的密码，也像是政府资料的可能的外泄 ，OK， 那这个可能也是一种方式。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平常会玩一些小游戏，然后做一些心理测验，那这种会比较小众一点。民间企业联手刑事局等单位做出上新一份调查报告，发现亚洲市场电话号码挂失率以马来西亚73%上济，过来就是台湾的65%，掠算站内有1040万人受害。除了治安防护不足，造成骇客有机回头提个资，有治安学者分析，无排除内鬼家己顾仓库佮偷摕物件的可能性。你说有没有在卖？当然有在卖呀、而且卖这些的话是那个无本生意啊，当然有办法防止啊，就是要花钱下去做啊，然后的话整个机制的话要把它当作一回事。民间企业无重视治安，学者分析甲即卖的罚款无关有关系。就算风采法也无要无紧，搁较进一步点出，公部门毋拿治安爱升级，相关查核等防护机制也应该加强，以防止有心人滥用个资做起无本的生意。记者综合报道。AI 开讲机器人听识 ChatGPT 回答问题、写文章拢是真厉害。不过，就有老师伫咧烦恼讲，这学生的作业甚至是论文，可能会用这个软体来协助。目前高中学生也爱写学习历程档案，大学这边敢有法度判断讲这是学生或者是机器人写的，恐怕影响到这个学生入学的公平性。进入开讲机器人定性，所以你想要了解问题，就得到回应。ChatGPT 上去了后，有民众会用来分析数据、代写文案，甚至是写报告，或者是用在高中学习历程档案制作。就是有点像别人写的范例，然后可能也是做参考而已。心路历程嘛，就是还是要自己的想法，所以我最后还是会再重写一篇。东西还是要自己完成，不然到时候面对教授的话，你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回答他。问高中生有人会摕来当做资料参考，有人使用意愿无悬，实际数字关键的字句，马上形成一篇新tex文，小可修改，看起来结果都算完整。像是一个生成一个叫样品屋的这样的概念，可是它很多的细节它并不会告诉你，所以我们希望学生呢去了解事情背后的细节，找到问题真正的原因，而不要只是去依赖这样的一个工具。
因为大学考招制度当中，高中学习历程档案是采集重点之一，这样方便佮精简的内容，应当做写作、查资料或者是论稿的工具。啊，不过外界也质疑，是不是影响大学的书面审查的公平性？我们第一个当然就会看说，你这个里面这些所有的这些老师重要的学习的重点，是不是真的都存在，还是其实也有这种错误的现象？老师们就会根据你写的内容再去追问，不排除也不排斥同学们可以拿这个当成是一个 AI 小书童帮你去写草稿。可是你最后还是自己要把这些内容消化过后再讲出来。学者指出 ，ChatGPT 用真紧产生内容，有时阵也会出问题。另外，学习历程档案是考招的采集项目之一，也会甲学习考试这其他条件斗阵衡量，所以 ChatGPT 应当做是工具，说明是唯一。不过，未来这项技术会如何发展，确实要继续观察，看是不是要有相关的应用措施。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早起伫总统府接见8大工商团体理事长的时阵表示，政府会做企业上好的靠山，予中小企业久长经营发展。不过4月这电钱可能会针对着工业大户起三成，工业区厂商联合总会理事长赖朴书认为，起三成起了伤过济。这上总理事长柯书朴也讲，这中小企业认为今年外销是较足，希望政府就要拍开国内观光旅游市场，才发到刺激内部需求经济。希望做企业最好的靠山，让中小企业能够长久经营发展。中朝政府会做企业的靠山，总统蔡英文20接见8大工商团体理事长，向工商界大脑信心发射。不过，这大脑也是目标放伫4月定价，到底是不是要起调整幅度，那是亲像外界有期，只针对工业大户起三成，反对声音恐惊未细。三成是有比较高啦，当然我们会再跟政府这边再协调，跟政府建议是说，如果要涨的话，幅度小一点或者缓涨这样。另外，工商大脑也关心能源政策议题，希望绿能发展也未对着进度进程，或者应继续服役，减少发电成本支出。台湾外销表现也阁真弱。经济部统计公布1月外销订单为9月开始，外销订单金额为609亿美金，大概今年1月只剩475亿美金，年减19.3%。另外上总理事长柯书朴认为，考虑国际局势甲经济成长较慢。建议政府要救经济，都要为内销开始。台湾目前来讲呢，除了这个外贸一定会降低以外，认为开放观光这一块是我们势在必行的，来刺激整个内销市场了，否则这一块没有办法冲击起来了。针对外销订单表现，经济部统计处预期2月恐惊是负成长连6乌。即马国门陆续解封，是不是带动台湾经济起飞？大家拢真关心。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配合这世界海洋日，带游客看海洋的花莲业者，目前正在进行一个观察头海洋的海洋生态记录。办公呼吁各界就要重视海洋污染的问题。头一届出去记录，就撞到一批乌鹅，真难得。咱做回来看。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一般来讲2月份是无看海洋的活动。不过为着要配合世界海洋日，花莲看海洋的业者为19开始进行60点钟观察头海洋派计划，结果煞拄到一批乌鹅，数量有60-70只。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艳，尤其是出现了小宝宝，像是刚出生的那个样子。那个鲸豚其实身上都还有皱褶哦，非常非常的可爱。那在世界鲸鱼日里面能够拍到这样子的画面，我们都非常的感动。世界海洋日是由太平洋海洋基金会在1980年发起的，后来甲每一年2月份的第3个礼拜当作是国际纪念日。观察头派计划都是为着要更加了解海洋生态所展开的研究，嘛呼吁民众注意海洋污染等等的问题。刻意或者不刻意的，我们已经伤害了海洋的种种。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是尽量减少或者避免对海洋的生态跟环境形成压力。特别是废弃物这个部分。观察头派计划为今年开始拢总3年，这季会安排10个调查的船帮，专门找观察头的行踪，嘛做记录，也拿附近的生态、影像、声音、船帮的路线、甲文字等等的资料，嘛拢会提供给相关单位做研究。按算这个船帮嘛会开放部分的名额，予有兴趣的民众做伙来参与。记者综合报道。
台湾师范大学的一个文物保存维护研究发展中心，创办以来有甲真侪出名的画救回来，甚至也有甲毕卡索的画直接修复过。最近也头一摆对外招台大系统学生，希望重早培育修复术。细致修复手中的画，伫台师大文物保存维护研究发展中心，专长是用科学修复名画，亲像陈定波、郭雪娥等等的画家，正亲件重要作品，还有毕卡索的名画，拢捌伫遮抢救过。所以，比如说，我现在需要知道，这个黄色的地方可能有什么的元素。文保中心成立12年，即阵嘛有教授推动将过去修复的文物资料建立数据库，希望强化未来材质的判断。以前是靠我们科学家用眼睛、用经验去看出是图谱是什么，那希望将来能够透过大数据，用 AI 去挑出它的最大可能性是什么。画修复需要下力学的人才，文保中心的修复师无10个人，因讲无需要真侪人，但绝对袂当无人。培养一个全面的修复师，就要7、8档以上。真侪人一开始有热情，不过尾仔煞放弃。今年因头家开设文化部文物保存修复学分学程，招募台大系统3间学校对文物修复有兴趣的学生，希望提早培养人才。硕士的时候好不容易考进来，结果你发现并不是你真正想象的那样，让文物保存修复呢，他们更能够从年轻的时候开始，那这个就可以缓解我刚才说的，因为一个优秀的修复师，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做培育。文保中心表示，修复100月，要1个月至2档，不止时间，材料技法拢要真清楚。学生若有兴趣，量早接触，就通提早了解这个领域。记者台北台北采访报道。1954年完工启用的嘉义市旧市公所，伫咧1998年嘉义市政府搬迁到即卖大楼了后，这个所在就一直放地远。2016年的时阵呢，因为地方文书团队争取，才改登录做历史建筑。经过7年的规划甲招标了后，伫咧2月20日动土整修，希望未来会当改活化再利用。自1998年营地到咱的嘉义旧市公所内底，各位当看到一寡当初的模样。伫2016年登录做历史建筑了后，21天正式动工整修。今天我们要开工典礼，我心里是很兴奋、很开心、很兴奋、很开心，好像家里有喜事一样。2楼的部分呢，我们会来进行一些保留的部分，包含原来的旧市长室跟原来的旧议长室的部分，我们进行一些保留。2015年的时阵，这栋旧市公所要招标拆除，经过地方文书团体走总，才得到保留的机会。即马旧公所要来整修，当初参与的文书团体认为，这是公共财，市府伫全面参与的部分，其实做得无够。如果他们愿意有需要了解，我们也愿意让让大家能够了解，那请他们来给我们指导。当然，我觉得市政府的做法是比较被动，而且比较消极啦。历史建筑或古迹在保存以后，但这不管是调查研究、规划设计到施工的各个阶段，它应该都要做这个民众参与的部分。我在看它的图面，其实有部分在修复的时候，它也会做进行拆除的动作。那这个拆除跟它的原本的样貌，或者说跟未来的想要改变的方式，是不是大家都能够理解？我觉得应该要尽量更透明。这个整修的经费1亿9,500万，市府分3年来编预算，按算明年8月底完工。未来1、2楼会用 OT 办理委外招商，3楼会规划做嘉义市创新设计中心。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喜剧演员塔山去年过身啊，这塔山伫咧台东的牧场，最近也成立一个塔山故事馆。有这塔山对细汉到老对演员转型做市家，正做农民的记录。目前这个故事馆是免费对外开放，咱做回来去看卖。这个扛棒是资深的台湾艺人塔山，伫30年前退出演艺界了后，去台东经营牧场的头一块扛棒。因为当初因为这块招牌，所以才有一点小小的名声。塔山用10多年的时间，才互这间牧场为了钱转做是趁钱，是真无简单。去年塔山高龄90岁过身，因厝内人为着要怀念伊这世人的奋斗，尤其是台语的演艺科啊，嘛，互伫咧早期生活真艰苦的台湾人，会当透放心情，
为1960年代开始，拓山就做笑话剧的演员，一直到伊退休。也阁特别伫牧场内底成立拓山故事馆，内底有早期的电影、唱片，也阁有早期演艺科拍片的文物，卖当伫内底看电影。这个故事馆就亲像台湾演艺界缩影同款。从最早的黑白电影，甚至舞台剧，然后工地秀、餐厅秀，到网络直播，到餐饮会，然后再来到台东的奋斗的精神。去拓山故事馆参观免收费，不过内底唯一一个爱付钱的，就是拓山分数镜的票机，无人的乌孔目镜，这是会当买回去的。不过拓山厝内的人希望大家来参观，不是看拓山的喜剧人生，是了解伊一世人奋斗的人生故事。记者综合报道。2月1日是世界母鸡日，配合母鸡节，新竹的台语老师带囡仔来到百货公司的超市，小介内面所卖的物件，无论是菜色、果子，还是生活用品，拢用台语教大家安怎讲才是正确的。希望透过生活化方式来教囡仔讲台语。伊的华语叫啥？它的国语叫什么？哈密瓜。哈密瓜。好，伊内底有一个字，就是龟。龟。好，来，都过来。黄龟。什么龟？黄龟。老师用台语甲囡仔小解逐项逐款的水果，来到另外一区，不论是汤啊、饮料、果汁，也是汽水，全部拢是用台语发音。囡仔第一摆用台语来说超市，拢感觉有够新鲜。鸡仔冰。做啥？虾啊。啊，你上爱食啥？导游。出去耍的时阵，讲用台语做介绍，甲互因知影讲这物件台语安怎念安尼。超市洗刷了，老师就开始出台语题目，互囡仔家己入去做题目内的物件。有的人连伊就找到，有的囡仔是洗规半步，佮找袂到。烟肠、芦苓、猴头果。油。平常时吼，厝内底吼，爸爸妈妈也是有机会吼，其实会当教囡仔加讲啦。吼，譬如讲，早起要洗手面，就用着起锅、起米啊，对无？要煮饭时阵，甲妈妈倒油，伫这生活中吼，加讲、加听、加练习，吼，安尼慢慢甲迄种讲台语的这种部分，带入个生活内底。透过台语洗超市活动，大家除了会当学到生活用品台语的讲法，而且采用上自然的方式来学台语，互更加侪人会当吸食来讲台语。记者对君和新竹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恁就知。基隆到新竹对13度到16度。苗栗到云林对13度到23度，嘉义到屏东对14度到2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5度到22度，平湖金门马祖对8度到17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